Hello，又係我 Jackie 啊！今日11月11號啊，即係4/1啦，光棍節。咁睇咩咧？帶嚟到呢個上海嘅四行倉庫啊，跟住呢個外灘嘅。咁睇咩咧？因為想當年咧就呢度咧呢個倉庫就被炮軍啊同埋呢個掃射啊，咁咧就留下咗好多呢個彈窿。炮彈窿同埋子彈窿，咁你見到外牆上邊咧非常之明顯嘅嚇，哇！呢度啲都犀利啊，好多啊！咁另外啊，佢另外仲有一個叫展覽館嘅，係啦，咁啊展覽當年嘅圖片啦，係咯，咁。稍後我都有睇嘅，咁而家大家睇住咁多先 ，OK。